位朋友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收看《福氣來臨》，我係 Rita 林玉天。今日非常嘅榮幸哦，喺節目當中邀請到啲鄉土文化入讓大使葉彩先生，喺節目當中同大家見面。謝謝你歡迎，先生你好。主持人林小琪，各位觀眾朋友、小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葉彩。在客家人嘅社郎，先生，今日非常嘅歡喜，當榮幸就得邀請到你。所以講，你入讓旁地度吼，又特別吼，又按走橙色，所以因為上個天然先生嘅這個攝影大成之路，同你去看動到神奇嘅畫面吼。就咧講 Rita 自己喺看先生啲書嘅時候，非常嘅感動，因為我係新竹東人。所以先生記錄當到你新竹提起嘅風情，好，你生活都記錄下來，所以哇，我就看到細時節，無論阿婆嘅時代，也阿太時代，你當到嘅景色。嘅先生今日特別好帶來你嘅作品，同大家先來介紹好嗎？好啦，我今日又要帶幾張，我哋都皮箱啦。哎呦，係你來皮箱。其實我有一段時間啊，要帶。竹東啊，應該係忙作品之前啊，差唔多18歲、19歲到年這種作品之前啊，就喺竹東啊流浪啊，加竹東我就計朋友啊，我那親先生，我親實在佢親實地我二點做過緊張啦，對我爸印象當好，我就留意啲啊，讓我讀也當上來，反而落來竹東了。嗱，我腳踏車正義講聽我當翻，我腳踏車好去我當翻去啊！所以我當時來竹東協商台步係做腳踏車。哦。協商嘅內容我係就台灣嘅歷史啊，呢個畫圖家王山嘅劉興清啊，你睇到佢啲畫物嘅嗰度纖物嘅。就用嘅材料冇乜嘅強壯嘛，佢用筆用紙，喺度用卡咩啦，用基本上係衝得嚟啦。咁個家實際我爸要睇嗰個亮光相機啊，我拿嚟翕看啊，就翕就雙啊，又拿本嘢寫看咧就真係神奇。神奇嘅時間我就喺想誒都上邊翕嚟，我將來做嘢。我睇人啊，年紀大咧，我同翕相啊，我可以做啲相嚟畫圖做參考。係哦，你係很想講以後很嘅技術咧，除了翕相，還係畫圖哦。梗係按相後生嘅聽落，梗因為我常常要參加國小比賽嘅畫圖比賽，梗係咩要上乜嘅墨筆史比賽，我就會比賽。所以我喺睇讀書嘅時間要參加。我那麼國語日報啊，因為兒童天地版啊，有到時嗰種圖文啊，畫我就睇過那種畫啊，畫因為畫用翕相嘅透視感啊，佢畫到看嚟係真見啊，係咩按假樣嘢。哦，哎呀，到時候要得獎啊！哇，所以從細是有美感嘅啊，就因為要得獎啊，中托啊。最後呢18啱嘛，是本佢寫到咧，雕到咧，本佢寫到咧，開始練翕，就開始啲竹東啊，跟那邊做農業，那邊做人做事，雙雙就被行李條嗰個翻晒啊，加咩要轉嚟啫，小轉嚟東升起，雙就啲個那邊，還有那邊啊，有人啲荷包嘅偷錢係啊。為個烏沙，加條件係烏沙當做價錢有現，係因為竹東一般嘅菜市場，因賣菜嘅艱苦，土到硬頸骨啦，嗱一些木骨膠，就係講沙皮馬嗬，賣菜我仲係對個特別有興趣啊。其實興趣咧就因為啊，有先生啊啟蒙我，就講劉先生、劉興清啊。看佢圖畫，這個你係本來動態嘅靈感啊，動態所以我哋咧為咗先感謝，因為你畫嘅漫畫，雖然講咩動真見，但是有一個目標，我就上下就是翕，將我翕當到，所以竹東以前啊木材行、玻璃行，各行種菜啊，第二個又應造紙嘅，嗰個
资料行，这边开过来啊，还有做种面的，还有所以当到灵感。喺先生哈，唐一分享啊，按神奇又有蘑菇菇哈，又有沙皮嘛。你實在是來看先生給你帶來幾個作品哈，貼片你係台北嘅哈，你一看，你係轉繞嘛，係嗎？轉繞，因為係竹竿繞。對，你啊，目前竹東愛出上竹東啊，就係講你啊，按兩期加油廠，係台通汽車訓練場，佢特別好，佢也有2隻，加油廠，佢就按托盤山啊，佢地圖就當到家附近有轉繞。哇！你竹竿繞寫你衝從竹竿從入，你地圖寫少轉呢，少好以後人就得打開來，落去啦，佢拿出來當成嘢貼哦，佢照規矩來喲，咩清彩彩喲，我一開始我把清彩彩丟咩安樣，當佢老小伙但就是重裝。哦，乜嘅事情上做到當食材。再呢做好細皮罩，晾乾陰乾。要照差不多都會等燒，燒差不多都會如果出爐就訂樣嘢，出這個時間咯，以為都當辛苦啊，所以伊啦就在一團牛叉加潤轉啊，就牛大部分都按照拆牛啊，拆牛係耐曬，一般水牛合唔降水合肉力就更甜啊。哦，不過你啊，我想以前我學嘅牛呀，肉水牛就會透差啦。大部分一般人講就長牛、透牛差很多啦。哦，係啊。哇，你看，你一時係長牛吧？係錯。哦，你一時用牛，韓國用啲牛叉來製。所以我哋南蠻開貴下仲開團牛叉。家按轉呢就台灣客家人啊，起火風鍋來最標準啊，太牙鍋。就冇用磚嚟做基礎，係用風磚，因為用烏牙，係錯。哦，所以先生咧，差唔多係民國幾年嘅時間？差唔多係喺度65年、64年做這個嘢。剛我忙做邊我哋一種翕啊，我看東多覺得乜樣嘅翕係好，就講我有前面就山段啊，應該啲火車、摩納哥啊。我就拍上一隻國圖啊，對角線，你可能翕個對角線，對角線對角線啊，翕個咁樣按照咁樣講，挑選入人文入個具體人講法吼，對出講已經轉嚟都行出來咧，就這個 news 啊樣嘢。有動態美感。用動態美感。有力度啊樣嘢。所以我嚟一般人翕相要經過訓練嚇，講嘅翕相片就講人文。地圖啊，就我哋做個 news，我哋講古啦。係，有故事，有畫面。講一般嘅畫正裝有畫，畫中要有正樣，咁樣對比。哇！大家想食堂先生家咁樣講，是啲教大家攝影嘅技巧啊，嗬。你係構圖當重要，因為你是為影響到你翕出來到底會變咗乜嘅。這個咧，你一種咧，你當神奇哦，很多竹籃啊。你啊就按照火炭繞。哦，火炭繞。因為家按新竹地圖啊，山啊白江啊，當到嗰個按照人路啊，有種用嚟家燒火炭啊。係。因為民生問題啊，當下還冇人建田火，又冇瓦斯，三餐煮飯都幫人飲臭廠。上桑啊，通到我阿嫂啦，又熟咩啊？竹東啦做提水，真係照提水啊，做啲條線係一樣。哦。但是你喺火炭燒機啊，另外一種係向西水，按快潰散彈啊，當到樹嘅浸下啦。大家當咪放喺大上，乾脆就燒火炭。係啊，哦，睇啲係用向西同埋相思樹，向西樹錯，嗰相思樹老一個人講嘅是冇乜強啦，呢個。向這個向，就係當向嘅向，思係意思，頭髮意思是相思。咩講？老翻譯外語嗰個相思啊。冇強人嗬，誒你講向西嘛嚇，所以你啊，其實頭擺炭繞嗬，先竹東地區要加為要，你去看過，個炭繞嗬，我估咧炭繞當辛苦呢，啲火仲得燙呢，空氣又仲得照落去，地度所有嘅東西燒成啊，這個幾好嘅樹啊，一節嚟剪嚇，照規矩啦，肯定照規矩拍啊，係啊。係啊，
所以你係當金貴嘅畫面，看用人哋種種炭，竹爐啦，就一般用嘅砾竹啊，破開來做種嘅做爐啊，做這樣係裝一籠差唔多，當時一台嘅差唔多20萬就賣攞，而家差唔多一籠係2000元。你看，髒東多哈，漂白，你畫面你係過乜嘅好白呀係啊？你係過王家巷，王家巷，嘅竹東石壁灘哈，過去就了王家巷就山水海哈，大概就讓那個跳那邊咧，跳到跳淺海出來。你喺度會唔會跳到跳淺海啊？係啊，就流水冇幾水跳落去，佢就了按照石壁石壁灘個小啊，佢條巷出來。你一看戲咯，你一跳係咩做太水嘅時陣打睇咧？你嗰個簡單跳臨時搭嘅。咁我翕嘅時候就就風54年啦，就按科羅里台風，當台水地圖係幾隻山哦，仲係舊山，所以幾條線海啊，超數當多。但是咧，兩方面嘅人啊，就冇到。我上個所以青蛙食鋪係種蓮嘅係唔得，種蓮嘅人上來做動作先你又做唔得。哇！所以看你一張相片係咩事要當多嘅，你跳白意思嘅，會意是轉來咧啊！啊，啲呀跳表啊，用當好啊，當奶係當奶嗰種顯攞嘅表嘅，當盤有顯。我就反正咁種風水大踢，啲話上嚟做你去做個。如果做得就我做好咧啦嚇。啊，我哋翕咗3間煙啊，要年煙，有3間煙係。伊係一家人，東岸幾屆就阿婆，婆婆，後輩就係隻新橋，頭前係隻孫五，係安陽人啊。當然咯，就自家種嘅菜，開去賣，開去賣，又會賣生嘅，又會賣螺，又係路過又種係肉，但是以前要窮下，現在無論如何，嘅孫母前就行頭前啦，家養就婆婆一定係行東岸。但是啊，佢常常做嘅衫啊，當然但就兩色啦，就按灰拍嘅色啦。當然啊，做些些啊，5、6擺啦，我就嗰種嘅對比啊，唔可以強烈啦。就翕個第6擺啊，我講嘅阿婆叫佢做烏衫，都係一種嘅重點、焦點啦，翕佢咧係做重感，尤其行嘅腳步嚇，依樣啊，要行到嘅感覺。還有個立馬去踩起來啊，個三角旗好啦，要上去底幫佢翕，就上唔得啦。講我拍攝要顯啦。其實我到翕嗰之前，要到去講過要打招呼咧，要挨殺字下，要顯。所以每張相片都有佢嘅故事哦。當然，先生嚇講是講唔曬，你談到實在談到動日本嚇。等下轉到節目當中來繼續來談先生講故了。歡迎所有朋友轉到福喜來咧，今半夜嘅台裏邊入菜台詞吼，佢嘅聲音是當校入樣，無論用班人其實記錄下來、翕下來，今呢吼，當落嘅時間都喺記錄，你嘅鄉土，你心中嘅土地家鄉吼，再次來歡迎入菜先生你好。先生，家下條整圖你介紹很多相片，當有故事。你講構圖啦、貢獻啦，嚇，你畫面你同台係咪有故事性啊？有。嘅大家可能會講嗬，呢個畫面嗬，因為都用烏拍，大體用烏拍來翕出來，係乜嘅原因？烏拍嘅原因，家下我又考慮到一隻嘅時代啦，因為家大部分客家人嗬。又問去台灣啊，做生活啦、條件啊，實在千辛萬苦啦。做嘅衫就冇講按講究啦，講究衫何做都好啦。就搭配灰色嘅啦、烏色嘅啦、藍色嘅啦。我就講，按樣樣嘅食材嚇，都翕烏法非常嘅適當啊。看起來咪係專用嘅。就係有嘢，佢樸實很耐看。係啊。而按樣嘅木水地圖嘅感覺啊。確實咯，有一種嘅燒暖嘅感覺。哇，燒暖嘅感覺啊！嗬，咁先生，你自家哋喺選菜嘅時節嗬，係托用班人嘅議題嚟講，乜嘅故事內容會當寫呢？
大部分係雙雙哦，每年會接觸到嘅，冇去做唔得。冇去做唔得咧。比如我想做生意去做檔，但是一天要經過河壩，河壩流水沒辦法嘛，總係做橋嘅。如果橋上就發到分兩方面人交流、情感交流，做生意這樣做順勢。所以當時經濟沒當好，所以非常尊敬水仙，就做這樣的水療水大橋。哦，像咧係水大橋。水大橋係乜意思？是真正佢哋咧水大，漲潮嘅時節咪念出來啊？佢這個比一般橋還大，還欠氣，所以佢提示落嘅時間哦，會攀過來，兩邊嘅人都過唔得。係啊，但是佢做個大廈，平常時水又會千言萬流，水又會流，從一個木匠嚟講呢啊，行過來，所以我翕過去啊，後背水流係拍嘅，過來個村個應該橋嘅強拱啊，就個轉嚟時，個轉嚟係分係風色，結果又很上流台。所以每年啊，自由當多重點嘅嘢。就會回來到竹東做生意，甚至這片那個新路路團體的差過唔得，差就行到給18攤學生嘅行過來條來從高中、初中。哇，很有故事哦。所以你翕的一定要攞你的身份，攞生命要動密切的關係，你想上來來翕下。對，所以。所以咧水大橋，今日先生講到講，當日一定會行。像安樣嘅呢種，又係講到乜嘅？呢種東西我翕啊，翕啊托盤山。托盤山除了加轉嚟這話係主題，但是佢嘅旁邊林沙，還係容易哦，靠做轉嚟成落實嘅，就講一家人。係啊，所以除了為讓人做轉嚟嚇以後。不卡有個小家庭，旁邊又利用嘅種菜，然後所以咧一家人咧，佢不卡學煮嘅，又有種條青菜，所以加東西嘅馬路嚇，旁邊都簡單，旁邊還係一種沙沙，東我講大葉，我哋大馬加石頭咁樣，所以個日頭同呢個時間啊，日頭一長到就特別合拍。對比較強烈，所以個頭前啊，叫做買豬嘅買體的，豬子買體的，開嚟行人賺。個頭前下上到大電班啊，叫做家太太賣菜，竹東賣菜。哇，先生，每一種相片都做得寫東廠嘅故事誒。個生意咧啊，就佢17、18歲啊，加天馬當戲曲，叫做天馬後期當法，唔知阿爸辛苦啊，仲要起上起下。係安樣嘅呢？你啊，就我記錄啊，當時叫安咯，鄉間馬路10年行啊。所以先生，我看按相片吼，當有人講當像畫圖，又像素描咁嘅感覺。你啲相片吼都係用大片嘅相機翕嘅嚇。係，完全大片，同非常高級大片，就那種嘅135嘅大片，叫做變態照。你係完全靠德國的光學科技變出來，佢個水，佢個玻璃啊，那乜嘅水晶啊，嘅做打出來，講到所以動力。動力哈，我今日講到大片哈，其實我翕大片，冇像李行人講，我翕我自拍也係翕拍聲音哈，翕唔好啊，這個從來我是刪掉是好嘞。唔過你大片一種是係發錢嘅，每一種是當發錢。差唔多，每一種嘅東西從喺第35年前嘅之前啦，翕一張相嘅新本啊，正是咧，大概花200個元。嚇，200元？包括寫上寫出來是要錢，新本啊。該當貴呢？係啊。當貴呢？係啊。係啊。該東西用咪是，我是。好，我錢是發落去，我是硬，我是愛翕相。但是呢，假我就看一本書，台灣嚟講，愛賺錢係最容易嘅，就是三項條路。係。乜條路？乜條路？自己做醫生。係醫生。便宜咧。便宜，做埋先生啊。咩？開酒家。啊，開酒家。誒。該第三呢？第三咪幾個病。哦。
咁呢三項你都冇做啊？冇同，我跟前兩項我難唔好啊，我咪冇本錢做，我冇自己做醫生，因為冇自己一個做副手費開酒家，我講係自己買幾個班。哎呦，做得呢，所以你是就去做幾個班嘅批發呀？所以我去台南流浪嘅時間啊，當年都買幾個班啊，咁買幾個班利順當好啊。係啊。係啊，你有冇按聰明呢？因為我看書啊。所以你都加咁書加咁看啊！哦係哦，加咁咪讀書哦。就咪說，結果係讀書人啦。喺度有讀啦。所以先生家點講？其實喺我哋做翕相啊，嗬，你自己生命嘅故事當中嗬，你未是想講，哎喲要按花錢，啊又係講，又係講啲家庭啲度，一太太嚇師母嘅咩當用心嘅顧家，啊講呢。佢係存錢嘅時間，你做生意呢？咁同時你做事時間，你談做生意，你還能翕相，應該同時用辦法來兼顧。你講了係後台，我已經性格裡面曉得用嚟存錢。咁偷錢還唔曉得條？偷錢係我係係一種嘅，按照呢個上面講我派價值樣嘅啦，即係好高啦。偷白啊！但係翕相搞上嘢搞到時候按照準確嘅啦。哦。總係入去上班翻嗬，存錢啊，賣底片啊，為了人架相機啊，所以最早你是係做了幾個班，來批發來賣，是啦，就會做我哋台南流浪，台南當多古江嘛，當多人未參觀嘛，常常咪去割嘅，就賣幾賣咧，就是再加在嗰18、19歲，因為營業可以賺50萬元買幾個班。哎呦，咁強呢！偷白50萬元是當到，咁偷白1碗麵夠錢，咁東西。咁就睇5角左右啊。5角啊！我去嘅那個內灣啊，加個呢個陽春麵啊，一般都係5角，呢家都50萬元啦。係偷白5角，咁講你日你做得賺50萬元。係錯。咁佢以為賺錢呢？但如果上市會撈虧啊，到到400字啦，會切價切到2厘度啊。哦，所以其實冇咁簡單嚇，咁講當堅持，咁講到轉來，乜個機會俾你講，哇！我很想去做業樣事，很想去生意，我是貴你做得翕相業樣，我最幸福。哦，係啊，佢實在按照試看啊，我當到時間就機會嚇，報出一單嚇，哦。有作品呢，比賽呢，我就試看下翕嘅試相，啷個差唔多可以到頂，我就應該有快啦。結果每擺翕就太步啦，就一開始就可能入選啦，過來就曉得提名呢，咁樣嘅，因為翕相咩講技術就拄好啊，技術地圖啊，就個遊戲規章。咁樣嘅提名，呢個題字要曉得寫你乜嘅名嘅題，樣開始就學動吧。即係啊，作品品時我就去看啊，用乜嘅作品為錄入會咯，突然之間要獎金啊，我就加咁樣學，就學起來咧。先生咧，發覺嗬，你做事情要規劃，包含講，你話看書，做乜嘅？事業也講做乜嘅專業，做得下為賺錢，你是去做幾個班嘅批發。講用班人參加比賽，翕乜嘅角度、乜嘅主題，下為得獎，你咪要去研究啊？有啊，計劃會滿嘢啦，所以我會看人哋面相，我會當叫我爸爸嗌啦。係啊。爸爸當生意呢？當幾錢呢？有生意會當嘢，會修理嘢咯。係啊，哈。哇！即係講嘅話，你記得咯。你講阿爸先將來銀行做唔得咯。因為就會提倡啊，所以我正經阿爸就當相愛啦，所以到時候我就陪佢，因為我喺北卡就是兄弟姊妹嘛，有3位阿哥，4個阿姐，我拜萬子，哦，大家人最少嘅是萬子，不過嗬有一個好處，人講嗬，大哥大姐咧是見頭下衝，不過萬子呢？下持有，未下敢搏夢，所以下敢追求夢想。大家當學去哈入菜先生哈，去追求夢想嘅路，其實要當神奇嘅，未幫你想唔到嘅過程哈。等下再來繼續唐先生講故事哦。鄉土文化入陽台事業，喺先生嘅呢啲節目當中，我同大家分享嗬。先生今呢啲先做北部地區嗬，
記錄當記起到喺你生命當中做唔得冇嘅故事畫面啊！嗬，先生其實佢之前呢，喺啲國外做些東創一段時間，韓國60幾個國家，做埋幾個到咗來台灣呢，尤其係啲佢事業當高峰嘅時節，佢是毅然決然講，我係轉到家鄉來。先生啲險愛係不愛發現咧。我有邊發現你厲害，你邊個厲害？先生，你之前嗬一段時間，你哋國外當創嘅時間咧？中強係8年，就你愛10年，佢考咗一個係5年。哦，所以你有簽咗？有。哦，咁你認為老人條條體是倒轉來啦？因為啊，前5年當興趣。佢從那國家我唔是去啊！哦，當到外國嘛嚇！啊，到個後5年啦，台風都重複啊！哦！啊，以前就很危險嘛，我但是也多多少少按享受啦，相處啊！我上不開呀！未上到我自己熱愛啦，啊，你知呀？家我熱差唔多啊，已經80歲啊！哦！佢前就為我哋個母子連心啊！但是未當了。做了攝像師啊，完全係一隻機會啦。家就在伊斯曼公司，就在那個讀者文摘啊，個公司啊，到台灣招生攝像師，佢講佢愛中國嘢，王仲淵啊，中國翕相、中國體育啊，適合會講家中華邊啊，會講客家話啦、國語啊、詩人啊都適合。都好是係呢咧。人翕嗰種相啊，也當貼片啦。我做翕個裝花翕個3萬啊，做翕隻睇水牛股啊，做些做睇咧，翕啲個中港海叫做食草啊，牛背蛋啊，就2隻嘅咩拍殼嘅啊，係拍殼嘅。那亞洲線啊，從咗個舊嘅時，也是台灣嘅特色嘛，係有嘢啦。如果記得講，你一照片。嘅藝術已經看得當上，因為藝術冇按樣見好看啊！呢度呢啲而家就按照台灣啊鄉土文化嘅特色，就按樣會。哇！所以按樣嘢是有樣機會繞牆呢度你國外做事。2037量啊，很沙皮！哇，很強哦！所以嗰種是出國後，當然去到冇窮嘅國家，嚇看到新嘅東西。我以為你講，我去美國啲人我係唔啲啊，當我啲個美國有個親戚啦，我就去打我去。哇！華僑啊，有嘢。啱是去咧。以為我簽咗我，講啊就簽咗就因為簽咗呢個心態非常重要，因為。我嗰本書，我嗰2000年咧就車馬會，我講我係書，去出版嘅書，我哋有時咪可以當攝影師，所以喺我哋國外嗬，乜嘅本身印象當深刻。印象上我就大部分特種嘅相機我就影過咧。從兩種嘅相機我用影過，呢個便當機，便當機因為當高級喎，呢係非常方便，非常堅持。過來咧，大部分啊國家從來唔是啊，不忙啊相當多上嘅去，冇機會去，而家就係去，在8年之中啊就去到64隻國家，做64隻嘅大條書啊。哇！呢個書專門係介紹一隻國家文明史、經濟嘅經濟嘅發展啊，嘅其他，就喺台灣啊就會出一本，加出一本台灣要出，但是就按多少啊冇出生，但是被盜版咧。台北就一間地球出版公司，你可以看起來嘅新婦人出來，但是到時候就騙色，但是原版當價，這書當貴，這書台灣一般人買唔起。咁樣哪邊嘢賣呢？博物館、美術館、典藏。哇！所以你翕嘅相都係本人典藏還是怎樣？你係咪翕本人典藏？你係翕本國立台灣博物館典藏。都好。因為翕相，你係上個傳承啊，就就應講概念是要貴派講翕竹洞，專門翕竹洞，紀念用濃縮，就咪
就好。咁啊，冬月裝、十月裝啊，樣嘢一個風花雪月，一個咩？你講嘛，婚紗呀，對個4行5橋啊，嗰條呢頭冇去看。所以先生，你主要是講希望你台灣的文化，那個你客家的文化做得傳承下去，你生意你下動態嚟分享啊！就講你係台灣人買相機大部分係買得起，冇問題啦。但是翕相要花當多時間，啊，你想係將翕相嘅作品哦變到黃金，霧那變黃金，全場係做計劃先。係有嘢。所以我咧計劃咧做吼，所以嗰陣時喺印度國家吼，乜計後來你轉到台灣啦，一方面加講爸爸媽媽年紀大咧，阿妹年紀大咧，嗰個乜計正經本意講轉到咧，喺做啲堅持講愛翕呢啲文化。哦，家就翕個提二階團啊，就個翕個睇提5、6年哈，我到時候啲嗰啲法國哈，雙雙要本人發鈔啊。辦展覽，介紹台灣嘅故事，呢度當上呀。雖然人才家鄉，但係上我就去嘅喺做客家人嘅社區去辦。係，哎呀，雙雙啊，然後簽約聽啲講古，哎呀去，所以開始我就想，如果有種問題，喺台灣人係冇進行咧，外國人已經比按進行，好我就行。見嗱轉來台灣咯，我就會來竹東、黃山、江南，然後就3萬，然後就加咁翕，咁樣翕，啊翕嚟到溜落家下，第二邊當做價錢，當做錢錢就會消失嘅，咁樣翕。佢就堅持下去啦，嗬，做出自己嘅風格啦，嗬。係啊，先生講你啊翕相嗬，你肯係好用咧大片嘅相機啊？係，因為我係用落當純素咧。槍網變肉，傳統做法啊，即個簽件啊，即個蛇，即個噴散彈，即個射箭吧，仲有做當純素當生氣啊，你搞到你希望，啊就如人當個樹倉啊，咁樣樣啊，所以在喺台灣呢，我就開始就我用嚟做呢，我自己就先做好重要客家裝做好來，開始這樣當過分做推3線。哦，所以你係目標為咗推3線。推3線係客家人，因簽客家人，比嘅客家委員會做簽客清楚的那位就宣傳人物呢啲啦，嚇。所以你了解嗎？了解。係，幾多人簽出來，幾多人我都講下要發啊，你講下要內容。係啊，咁你也行到哪位咧？你也行到什麼番圖鄉，嘉義嘅番圖鄉。嘉義嘅番圖鄉，番圖鄉嘅就條阿里山嘅鐵道就會經過番圖鄉，推3線旁邊係有嘅，推3線就經過番圖鄉，阿里山嘅鐵道嘅番圖鄉都會這樣。哇！所以先生你嘅目標就係翕咧重點當中嘅重點，係重點當中你看到你客家嘅文化，你台灣嘅文化最牛嘅素材。冇嘅客家人講客家話嚇，當電視冇乜咁講啦。哦，因為咧可能係講大學嗰種嗬，專經講學路客啦嗬，你要反映嘅問題啦。我哋就小語啊，咁又講呢客人骨頭學路皮啊，本土啊。所以你要加油，你自己係加油啊！所以上面客家話盡量講下提升啲話，下分用啲話，再起起來。係先生嗰時候，咁家講呢下大片相機會用眼球嘅嗬，用當順嗬。我大家家看先生咧相機拿起來時，來幫大家看一下。你嘅相機要到特殊嘅造型咯嗬。佢講喲，原來你嘅把帶係用啲紅色嘅咧，爽啊！就本來啊。買相機就是按照攝影帶合出合好看拍窗啦。用呢？但是呢，用了我還有縮嘅個滾起來，因為嘅做相機嘅台啊，空間有限啊。哦，係當聰明。咁後邊用啲乜嘅膠帶係啊，咁搭嘅。講要特殊嘅。我翕嘅係按照感光嘅大片啊，當敏感。我嚟減少光害。當聰明咧，你用上嘅導演用嘅。因為我識排歌啊，識排歌咪簽聰明啦，然後就智慧啦。簽方法。會識排做啲嘢，
所以要贴在铺手手伢老们用啊，按手啊，不容易啊，你就第二样用嘅地方，你一種咧，所以因特別我講係寫出嚟代表係當托面寫上要當漿。哎呦，先生其實有講過，好像寫大片嘅時節吼，要教大家一隻技巧，因為時間嘅關係，你講乜嘅方法吼，從一浪水啊顯影劑到變水，用半音寫做在本面相片保持超過30年，不會發霉，不會沾灰塵。哦，對啊，佢就一般應該咧曬大片啊，一那陣咧要寫嘅時間啊，呢個溫度啊，全同攞接起來，大部分先潤滑啦。變喺那陣個溫度啦，有陣時啊，太濕啊，太冷，先到調整到20度左右。哦，這個溫度。然後用下了開始顯影，20度，加一度唔怕21或19歲，就冇太離譜啦。係有見啊。哦，所以重點是溫度係最好，你寫出來嘅相片是咪當漿？係錯。好保鮮當叫。哦，所以數數啊，比人較多啦。哦，所以按樣嘢嚇係講要點樣搞大片誒，啲朋友嚇，大家是做得捉到啲技巧哦，嚇。所以今日先生來到節目當中，當然要當到嘅故事嚇。所有想愛了解先生，喺度看先生喺度嘅作品咧，你是係做得看藝術，喺個有新嘅展覽嗎？今年啊，很少啊。哦。可能咪啲清華大學水木書院提顯啊，因為我本來今年聽講嘢啦，做讀台灣啊，本來排到唔差啦，定係2年啦，但係肯定會排啦，一年至少要排到300。好，先生繼續加油，繼續翕出當精彩、當有故事嘅相片，俾大家做得來欣賞哦，哈！今日再次希望先生，希望你大家好，咁咧就幫我機會啦。希望先生有份台好相片，做得大本大家動態滿足哦。今日非常感謝大家嘅收看，邀請大家等下繼續聽先生來做運動了，長了。